即马有真侪人厝邻的宠物路拢有上过大块的问题。台北市建安国小有一对姊妹仔，因发明一台猫仔着爱先运动，饲了才落来的机器，比宠物要食着爱动哦。这个设计嘛，得到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发明国际发明展的金牌。然后它转到20圈的时候，就会有饲料掉下来鼓励它。 造型淡薄像练走机，那猫仔用脚踅到20阶，饲料管仔就会落饲料。这是两位北市建安国小的姊妹仔发明的。最近嘛，摕到今年日本东京创新天才国际发明展的金牌，而且是上细汉的金牌得奖人。因为想要猫咪运动，但是发现它们一次不会转太多圈，所以呢就想到20这个数字。 两姊妹仔讲，因为进前捌看到一份调查，发现有6成的宠物猫拢受过肥。两姊妹仔就想讲，爱互这个猫仔运动才通食物件，就利用猫仔爱抓的惯势，设计这个发明，互猫仔洗一轮边的 LED 电火就会倒，卖发出猫仔也是主人内心乐好的声音。我想要鼓励猫咪抓那些圈，所以主人可以录音他们的声音，然后就鼓励猫咪。两姊妹仔表示，因自细汉就真爱研发物件，进前其实有失败过真侪届，后来甲这个设计放互流浪猫来测试，发现真正有猫仔咧运动，这届得奖嘛，互因足欢喜的，增加信心，会继续研发各种对动物也是环境有帮助的机器，继续走向发明这条路。记者林文嘉桂林台北场报道。